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头一站，就去甲国台办的主任宋德来见面。双方是一再强调九二共识，按算今日去中山陵拜了，明仔载就去到北京，准备车閘見習近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到中国南京的头一暗，伫咧南京的东高国宾馆出席晚会，接受国台办的主任宋德的款待。两个人将有互动，佮互相敬酒。致辞的内容是关注伫咧两岸关系发展，佮再将焦点扭转来九二共识。再次的证明，9·2共识反对台独这个政治基础仍旧历久弥新。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只要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那么两岸就可以交流对话。郑丽文强调，两岸当咧创造一个新的模范，并毋是注定就要走向冲突。因为宋德是搁再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2005年国共两党就已经确定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关系会当和平发展的关键。我们绝不容忍中华民族共同家园遭到分裂破坏，两岸同胞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家里的事。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提出3大问题来质疑郑丽文，即间去中国敢有接受中国任何一个政治前提？也阁有习近平过去讲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安尼敢是就代表认同两岸属于共一个中国？另外，到时阵见到习近平，敢会反驳习近平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主张？在今年的第1季共机的侵扰台湾就有420架次，第1季而已民进党一直都赞成正常的交流，可是呢，这个交流不能拿主权来当门票民进党强调支持正常的交流，不过嘛，搁再强调主权的立场袂当退让。两岸互动是牵连规个区域的政策，要安怎兼顾交流甲安全？郑丽文这段行程继续受到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英等人涉嫌违反反渗透法，昨是头一届开准备庭，法官当场问伊甲民革上海市委总统会前副主任，两人受讲的经发生案的进度甲李正受接班的话题。不过徐春英是辩讲，双方只是咧开讲尔。对问题无加讲，赶紧离开。伊是张金明，涉嫌甲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英联合听中国统战官员的指示，伫台湾将事不法，互人告涉犯反渗透法等罪嫌，切切头一届开庭审理。坐警备车在爱徐春英即届嘛，互人提前到庭。法官提伊甲民革上海市委总统会前副主任孙宪的微信对话，两个人捌讲到经发生案的进度，李正受接班立委等言论。不过徐春英抗辩讲是伫开讲，伊嘛否认有动员中配填郭文铁，佮讲真侪中配本身都是民众党的支持者。即届准备庭无认有犯反渗透法，甲伪造文书，敢若承认炸台甲地下汇兑。你有都认罪了吗？知道妈妈炸大2700多万吗？捌伫法院开煞无愿意离开，徐春英姓部的查某囝共款卷入炸台官司，母女拢互人告共同炸台将近2700万。徐春英的查某囝伫庭上认罪，不过讲无不法所得，请求会当判缓刑。罗小姐有没有什么想说明的？为徐春英伊的查某囝甲伊伫台湾的朋友全然拢总些人互起诉，法院持续审理。不过，甲中国渗透有关的案件，毋是头一届出现，也有军人牵涉强谍风波。前国防部军文社中校孔焕嘉就以招台旅游的方式，招现役军人去中国，暗过无成功，互人依照个案法定罪判5年4个月定案。原审撤销第一审之科刑判决。改判论处被告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行之判决。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判决并无上述意旨所指违法，量刑亦属妥适。真侪届收钱为中国协助发展组织的孔焕嘉，一审判刑5年6个月。二审认定伊虽然伫咧做兵的时阵互吸收，不过退役才开始发展组织，而且已经自闭缴回犯罪所得，该判5年4个月。最高法院已经驳回定案。记者采访报道。
民众党的李正秀昨是头一届徛起咧立法院的议会，这行政院长邓英台上台了后，是强调讲这李正秀无依法来放弃中国人的身份，所以这行政院嘛无义务来回应。最后，这李正秀是一个人徛伫台顶讲15分钟，无人甲应。我觉得国人都在看啦，这样子公然的羞辱陆配立委，其实是很嚣张，也很过分。行出立法院议场，民众党立委李正秀干着完赛控诉，因为伫议会第一遍质询，邀请官员质询时阵，这个人行政院长杜英台上台，而且自头到尾面对立法院长韩国瑜说明立场，是基于对于院长主持大院议事秩序的尊重。站在对面的李正秀女士，她并没有依法放弃中国的户籍跟国籍，不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就没有权利来行使宪法的权利。那么行政院也没有义务来接受这样的答话。希望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首长能够依据相关规定，尊重本院立法委员的质询权。韩国瑜重申立委职权了，宣布休困，加杜英台协商，和李正秀一人徛在遐等。伫会后开会了后，杜英台态度正坚定，老神在在，坐伫咧议会的，并领引立委张家炳的先知，和李正秀一个人伫咧台顶讲：拜托所有善良的台湾新家人，我们一起来阻止这个毁宪乱政的赖政府继续恶搞。讲到家己为效忠中华民国，李正秀目屎含在脑。其他几位民众党立委也拢以捍卫中华民国法制、捍卫中配参政权的牌仔表达声援，以党团的名义来捍卫我们李正秀委员问政的权益。个人的行为言论，那就由我们的中评会来做依规的处理。因为李正秀伫咧民众党内纪律的证据，谈讲中评会催告可能会做开除党籍的处分，党团总调陈清良无加做评论。李正秀是讲，民众党是有制度的政党，尊重中评会独立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东北季风减弱，各地下半部雨地较少，到明仔载拜四拜五，这水气减少，会转好天，天气稳定。咱来看分图。今日咧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24至25度，其他所在是27至30度。拜四拜五天气稳定，不过日时甲暗时的温度可能会差真济，可能会差到10度以上。另外，这两天暗时啊嘛，较会大蒙雾，塞车甲骑车都会更加注意。再来看新北新店青绿食堂便当店标出可能是食物中毒的案件。刚早下晡已经通报44个人有出现流甲吐的镜头，有5个爱断院。卫生局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的3间分店暂停营运，等待检验的结果。这间伫新北市新店区的连锁便当店青绿食堂中兴店，中昼食饭时间，店门由来无开店。因为传讲有人找死尾案买伊的小肉便当加卤肉饭吃了后，半暝开始流。4月5号，就礼拜天凌晨的时候，大概4、5点就冲起来，就有上第一波的厕所，然后接着就是开始无限的腹泻。那是中兴店、青绿食堂、公所店，赶快有人家食因的便当了，随着暗开始胃肠无爽快，去病院挂急诊。吃完后，第2天快中午就一直不舒服起来，就一直拉肚子。水泄很多次，然后发烧，然后胃痛，然后肠子就是下腹部痛这样。这些民众都是在同一间便当店使用餐盒，所以目前诊断我们高度怀疑是有食物中毒的情况。我们已经收集相关的检体，然后并且呈报相关单位。新北卫生局接到通报了，是派人去这2间分店稽查，并且对共同菜色，包括白饭、高丽菜、煎蛋或者是肉卵，调验相关检体。到初日下昼2点，这件敢若是食物中毒的案件，总共通报44人。公所店有37位，中兴店7个人，即嘛有5个人住院，7个人留院观察，其他拢等于厝休困。并现场抽验食品检体1件，环境检体4件，以及人体检体5件。后续将依食品以及人体的检验结果综整研判，若确认为食品中毒事件，可依食安法第49条的规定移送检调侦办。
卫生局强调，为了要查清楚这件代志发生的原因，避免代志扩大，即马清60等3间分店，包括公所店、中兴店，抑个明款店，初7开始拢暂停营业，等检验结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润饼落土案通报人数已经增加到157个人，有12个人是验出沙门氏菌。即马些受害者是愈来愈多，业者因为无投保，可能就要赔超过4000万。有议员是建议检方要先对业者的财产进行加扣押，避免医生脱产死到恐惊的讨无赔。以140人来讲，最高他可能要赔偿4200万。议员用是按法规定来估算，这回润饼糕事件，摊商可能要赔9000万，因为正义市场润饼糕摊商无营业登记，嘛无保产品责任险，消费者无收据发票，若是要经法院真恶提证据。即卖受害者愈来愈多，面对未来民众可能的讨无赔偿，议员要求相关单位除了启动社会保护定数以外，嘛要展现实际作为，建请我们的雄点能够立即对业者进行财产的假扣押，以免以后我们的程序再跑，业者他如果偷产，那我们的消费者会求偿无门。希望检察官这边也可以帮消费者这边来争取，可以达到一个业者与消费者还有公权力这边一个3赢的状况，达到迅速和解。检调启动调查，要保存证据，主要就是因为已经伫患者身躯顶验出沙门氏杆菌，毋若发病紧，更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休克。更有受害民众出面讲，初时早起买润饼糕回来吃，暗时闪有5个人开始无爽快，路尾有3个人送急诊，干那这几天伊拢总走8、6、7、10届，加在伊80多岁阿公有即时送病件，若无效果真正恶安生。连自己爬起来去上厕所力气都没有，所以状态很差，脸色也很严重。是有来得及就是送医院，不然可能后续有可能如果万一严重脱水，就真的会出人命。细菌感染比较严重，甚至跑到血液中，引起腹泻、疼痛的症状比较严重，甚至开始已经有发烧、畏寒的现象，那还是要赶快去就医，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要赶快去用比较强效抗生素去控制。因为细菌的来源到底是机能，还是有其他环境因素，佫需要等待卫生局的化验结果。不然个摊商无法度闪避责任，民众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展现公权力，替消费者讨回公道。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永昌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申报一间特教治疗所，一个治疗师涉嫌利用职务对几个囡仔卡来手来，上无已经有8个囡仔受害，检方要扩大调查。该是自由时报，国民党主席陈立文出发访问中国，伊讲伊这抓就是要证明讲两岸和平其实无遐尔啊困难。总统大清德嘛回应讲，两岸和平无可能是靠独裁者的想事。最后是中国时报，该市长国民党甲民众党决定共同要推一个人出来选，经过民调的初选，确定是民众党的张启凯来代表出来选家己市长。民众党的张启凯对这民进党的王美惠，也那台北市民进党也讲到地利军、加沈碧强、加范云、加吴怡龙。这桃市暗算5月初嘛要正式来提名这法务部的处长黄世杰出来选。甲我竞选总部主委谢多谢。由洪秀良的手展现团结的气势，那被家己市长初选民调结果出来，由民众党参选人张启凯赢，是那被示范区头一个决定的人选，要对民进党提名的立委王美惠。张启凯表示，这是属于那被合的胜利。这一次是蓝白示范区的胜利，在之前我就跟寿良我的兄弟约好，这一次不管谁在民调胜出，另外一方都要强力的支持他。这个竞选的过程，我们双方很努力，但是我们双方都没有坏话，我们都互相鼓励。去年底就得到民进党提名提早布局的王美惠强调，希望后续的市长选战会当伫理性正面的基础良性竞争。我伫家己经营22年，一步一脚印，始终甲咱的乡亲
开车会。首都的选战嘛开始变激烈，民进党选对会初次开会讨论台北市甲通市长的提名。根据转述，锁定由法务部处长黄世杰参选通市长，1.5月初正式提名。但是台北市是考虑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立委沈碧荣、范云，也有壮阔台湾创办人吴怡农。我觉得本党大家都是最强的人选，那只是说现在到底谁适合来选台北市长这个位置。我一再强调，离选举还有段时间，那我就是全力的专注在实政上面。嘉义市在野整合定案，那赢彰化县长的人选刷烂散，国民党中央则宣布未要办初选，想要直接定调前区议会主委魏平正，当时嘛调整人事，要予现任县党部主委谢依凤接任中央副秘书长。不过谢依凤虽伫面册发文表明未接副秘书长，会继续争取提名，这原来予选前搁较无法度预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这代表团访问台湾会见赖总统，强调台湾是印太中心，对美国安全是非常重要。同这时间，这共和党的参议员班克斯也来台湾访问，伊本身就伫咧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嘛特别关心台湾国防特别预算的进度。建议赖总统点一下中文，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国安任务小组拢总4个众议员来台参访，各送赖总统一份国会表彰记录。We recognize the threats to Taiwan's security are real, and the RSC truly believes i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nd this is included in our economic partnership. Deepen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 not just good economic policy.It is a sound strategy for both our nations. 带团的美国众议员论表示，这届访团来台，希望传达美国对于台湾的强烈支持。佮讲台湾伫印太区域的中心，对美国安全欢迎真重要。同一时间，共和党籍的美国参议员班克斯嘛来台访问，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伊，进前捌伫听证会关心咱国国防特别预算。How important is it that Taiwan pass a special defense budget to fund these types of capabilities? Well, I wouldn't comment specifically on the issue of Taiwan, given its sensitivity. In general, 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step up to defend themselves if they expect us to potentially defend them. So I think that message is really important. AIT 甲外交部讲，班克斯一定拜会赖总统甲政府高层，就台美安全、经贸甲区域情势这议题交换意见。拄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访问，而且南洋党团提案要求延后国防特别预算协商日。美国国会国防团为3月底访台的参议外委会议员夏欣。空气型顶人小林线来台访问，也引起各界关心。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中东战事，这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最后的死线，今仔早起8点已经过啊。这川普是铺文警告讲，要互伊朗的文明全部灭绝。另外，这美军也搁再去炸伊朗石油出口的哈格岛。这伊朗官方甚至是出来鼓励大众爱站出来，用肉身来阻挡美军的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时间初7透早，搁在发文指出，要互规个伊朗文明灭亡，而且讲这是历史上重要的时刻之一。针对川普的发文，已经有美国民主党的议员要求启动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免除川普的总统职务。天主教宗良14世嘛表示，川普的发文已经互人无法度接受。另外，也有专家认为，这款的言论已经牵涉到战争罪。Chiedendo la pace. Oggi, come tutti sappiamo, c'è stata anche questa minaccia contro tutto il popolo di Iran. E questo veramente non è accettabile. It's unprecedented, even at the height of World War II. President Roosevelt didn't say that we're going to end German civilization or Japanese civilization. 联合国初7表示，川普的言论已经明显违反国际法，呼吁爱和平解决冲突。Do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ink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out of his mind? I'm not going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think what we all need is a return to sober dialogue, sober analysis, and sober action. 就伫咧川普发布这篇充满争议的文章进前，美军搁在空袭伊朗的石油要地夏格岛，目标是超过50个军事设施，包含防空系统、海军基地、甲弹药库等等。伊朗半官方的媒体也证实讲，夏格岛有发生真侪件爆炸，不过强调基础设施拢无受损。伊朗的官员也鼓励民众做伙看守、保护电厂等等的基础设施的安全。
因为美国官员是甲当咧匈牙利访问的副总统范苏拢强调，空袭夏季岛佮调工闪开石油出口的基础设施，目的就是要向德黑兰来施压逼谈判，并不是全面的战略转向。巴基斯坦的总理哈里夫初7是呼吁川普大力攻击伊朗的期限爱搁延后2礼拜，而且也呼吁伊朗得赶紧开放荷姆兹海峡。川普表示已经注意到哈里夫的呼吁，也讲美国会继续甲伊朗进行密切的协商。公司新闻景完庆编译。也拿美国开出来停战的条件，伊朗拒绝。有媒体是报讲，美国一直咧拍伊朗，根本就无帮助，敢若是百姓咧受苦尔。不过，这川普是强调讲，根据这美国情报表示，伊朗人是甘愿美军来解救，要争取自由。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呛声讲，若伊朗无伫期限内停止封锁荷姆兹海峡，就要绑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涵桥。伊朗的官方媒体随找少年人做伙去有可能互美军列入目标的发电厂附近，以人马盾牌的方式来保护基础设施。من از همه جوانان، ورزشکاران، هنرمندان، بچه‌های دانشجو و دانشگاهی و اساتیدمون دعوت می‌کنم فردا سه‌شنبه ساعت 2 ظهر دور نیروگاه‌هایی که داشته و سرمایه ملی ما هستند بدون توجه به هر سلیقه و دیدگاه سیاسی مال آینده ایران و مال جوانان ایرانی هستند جمع بشن تا به دنیا بگن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های عمومی جنایت جنگی。首都德黑兰的街路嘛，趁美军空袭米纳布满40天的日子来举行集会，对西兰的查某学生表达哀悼。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讲，虽然因为连续空袭，互街路是加正冷清，但是伊朗的民众嘛讲，生活嘛是爱继续过。今麦川普讲是设定的最后期限就要来啊，各方加入外交协商的行动是持续进行。美国要求先停火45天来安排后一步的和平谈判，而且伊朗停止封锁荷姆兹海峡。伊朗对这是表示拒绝，主张停火必须是永久性的。另外，美方必须保证伊朗本身和黎巴嫩真主党袂阁受到任何攻击。伊朗的交换条件是停开荷姆兹海峡，因为双方的立场完全无同，目前是变作无人要让的状况。另外，以色列对边啊是持续对伊朗来施压，初六搁一摆空袭伫波斯湾，伊朗和卡达共有的兰帕斯天然气产。כעת שני המתקנים שאחראים יחד לכ-85% מהייצוא הפטרוכימי של איראן הוצאו מכלל שימוש ואינם מתפקדים.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新的分析文章指出讲，在西方国家正侪年的制裁之下，伊朗的民生早就伫要密密麻麻，但是革命卫队掌控的经济体系是另外一个完全无同款的世界。中东的局势紧张，造成能源的价格大起，颠倒互革命卫队赚饱饱。估计2025年，因就赚差不多300亿美金。另外，因为革命卫队嘛掌管伊朗的边境管制，透过走私赚制裁之下更较悬的价差。另外，伊朗嘛透过中路两国的金融体系，成功闪国际金融制裁。公司新闻家人编译。另外，一方面来看，巴西里约热内卢是有帮派去劫公车佮放火，甲警察双方咧枪战咧冲突。也伫萨尔瓦多政府大规模扫恶，已经掠超过9万人啊！这大规模的审判也引起凊彩审判集体定罪争议。光天白日伫咧大路顶放火烧公车，伫巴西里约热内卢，定定看到这种抢手的行为。O carro estava parado, o trânsito estava parado, eles entraram, pediram para me tirar os passageiros e tacaram fogo. Foi muito rápido mesmo, muito rápido. 警方加强抓帮派，恶道的保护手段也愈来愈强，定定随机放火烧公车。Tempo deles tacarem fogo, mas o terror é muito grande. Na hora a gente só pensa na família, nos filhos, né? Porque a gente pensa logo que o pior vai acontecer. 官方统计，去年就要甲200位公车司机因为压力甲惊吓症被迫停工。E, às vezes, ônibus está utilizado como barricada, mais de 50 ficam parados e outro tanto tem que desviar o itinerário. E certas vias, como é o caso do tanque que está demonstrado aqui atrás, não há por onde você desviar. É uma passagem cujo desvio fica a mais de 15 quilômetros. 暴力唔那是威胁人身的安全，也影响城市运作。伊那伫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另外一场扫火大作战，也互民众真不安。总统布格雷用伊的执法特权，4年内掠超过9万人，也启动连续式集体大审判，加上质疑司法不公。
Yo lo único que le digo y que pido que purguen la persona por lo que es, que investiguen uno por uno, que no se vayan al delito de otro。 有家属法院讲，讲出来人只是上班，就甲帮派分子做阵被抓，有人批评政府打标签，并且有罪推定。辩护律师也讲，法官有当时一边审判上百人，审判真啰嗦。Así como es acá, es una fábrica de condenas masivas de personas. Un mero trámite. Ya se les está declarando culpables. 一个是恶道唱秋，公车变做攻击目标；一个是严格执法，法律变做一个形式。在安全甲政治无法度兼顾时阵，上痛苦的永远是底层的百姓。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死线透早8点已经过啊，上新的消息讲同意搁予伊朗2礼拜时间，主要是希望因赶紧开放核物资。这嘛应该是巴基斯坦的总理跳出来做公亲，甲美国双方敲切结果。以色列自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领事馆发生警匪枪战，双方是对战10分钟，3个嫌犯，一个去予警察当场打死，2个受伤被制服。怀疑这嫌犯的背景是甲恐怖组织有关系，详细是搁爱调查。日本卡瓦萨基的港区发生鹰架倒去意外，一座12层楼高的鹰架当咧拆时阵向放起，搁伫咧港区拱出一个大坑，造成3个人重伤，一个失踪，目前搜救当中。中东的战事石化燃料大欠货，国内即马当咧欠塑胶袋啊。经济部表示讲，会先增加生产5000吨，尽量用成本价来买。另外，为着要应付这用电的需求，台电是协调台塑卖料电厂，去年停放的2台这兄团机组，搁再停放。婚姻馆长周立先已经初步同意，也那环保局目前是讲也未收到申请。新北店家本来生意的价真好，结果欠塑胶袋的问题来乱，但做生意也受干扰。看到调查局的人来，赶紧甲因反映。在检视启动查入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在各大市场卖场稽查，发现有零下夜市的单，塑胶袋只敢互较实的人客，也有关系的业者走来台北市买塑胶袋。比较偏远的南部，这个东西的供应有一个断层。刚刚我也跟请部长，希望部长尽快他们能够查出到底中间是断了什么样一个。经济部推测调集自北国南的各大商款代表讨论对策，也增加生产500吨变价专栏塑胶袋，尽量用成本计价反映。不过石化原料也是欠，为了要解决能源供应无确定性，台电公司最近找台塑公司协商，希望备料电厂1号、3号燃煤机组会当有条件配合恢复运转。婚姻馆长张立先同意，在加强维护末端环保原则下，有条件恢复运转3个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多元的这个备案哈。那不过我们是有这样的承诺，就是说，全年的这个煤的这个使用量不会超过去年。婚姻馆环保局是也未收到申请通知，因那卖电1号、3号机组加起来发电量差不多110万千瓦。本来讲台电、台塑签的契约已经到期，不过2台机组拢有操作许可加电业执照，会当依法运转。台电伫咧5月会改买电，影响电力大概有16%，就是可以增加那个备转容量率大概3%了。你天然气的安全存量只有11天嘛，如果要燃煤，你现在紧急的时候开始要把那些退休机组进来了，还是会影响到地方的空气污染的相关问题。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审慎评估，觉得政府还要多加详细的来考量。不过也是让人担心，在地环保团体讲，未了电厂1号、3号机组去年停止运转，希望政府按电信评估重新启动。婚姻馆环保局讲，另外设施若是个别启动，也是要符合环境影响、一个健康风险这寡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欠塑胶袋的问题，这中央政府已经介入的处理。不过有环保团体是认为讲，咱就应该趁这个机会来检验。也学者是表示讲，这塑胶袋有污染的问题，咱的政府应该是无需要遐尔着急去拼生产。
货架顶的塑胶袋拢互扫了了，七站有当商面临塑胶袋买无也是起价。经济部为这件代志协调中油精产一起，相当平均每人每个月加54个会当用。款团批评塑胶本色歹分解是全球头前的环境问题，即嘛是减速好时机，政府煞颠倒操作。经济部这边还有包括行政院，真的是太相怨了。全球这个原料都在涨价，那你这边还要提供平价的塑胶袋，这个部分其实是与世界趋势背道而驰的。学者讲，塑胶袋对环境有外部性污染问题，全球的共识是要减速。当面临石化原料欠款，也是依据心理地数无够，继续起价有利减用。介绍是影响需求上好的工具，政府应该稳准起价，不是加供应。假设真的有短缺的时候，其实对环境来讲反而是好事。这个外部性大幅的减少，我们在塑胶袋其实够用就好，不需要太过积极的说我要再生产特别多来帮助这些业者。虽然环境部伫欠会节开始就出面推广循环二手袋啊，呼吁民众减用，不过款团甲学者拢认为也做无够。弱或不弱，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是非常努力在改变这个使用的环境。在我们行政院内部的开会里面，我都有提醒大家，我们应该可以来鼓励做这个事情。塑胶袋短缺会是新闻，鼓励大家要限塑不是新闻，很像报道的频率比较少一点点。过来就4类场所，包括连锁素食店、卖场、百货公司等，无提供免费的塑胶袋啊。限塑政策予国内一年的使用量为200亿个减少一半。不过夜市啊、小食摊啊、传统市场用量都占60%，个人每年使用量差不多400个。部长偏启明讲，这是限塑对象最后一里路。不过因为加速国家使用习惯歹改，这个最后一里路看起来是真近，不过线远甲行未到。记者采访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苗栗去年10月发生伫咧街仔路乱杀人的事件，害着2个学生囡仔甲1个勇敢出来阻挡的民众受伤。这一审是甲这嫌犯判29年，不过这受害者的家属认为讲，应该就要判无期徒刑，才会有抬价架构的效果。行车记录器翕到48岁男子柯明志伫苗栗市道路边随机压倒杀人，还佫伫车厢头前甲一个查某囡仔扭掉，想要解抬，其他学生看到大声喊赶紧走，总共3个人受伤。代志发生伫去年10月，苗栗地方法院初7一审宣判，柯姓男子依照杀人未遂、成年人调工对儿童犯杀人未遂罪，总共判29年有期徒刑。犯这个手段的残忍，那造成被害人的身心严重的一个影响，还有重大的伤害。那么合议庭就被告所犯杀人未遂、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未遂罪等，定其应执行刑事有期徒刑29年。苗栗地院讲，柯姓男子迄天先伫咧厝内食毒品，甲其安非他命，食毒了，骑车伫咧路找杀害对象，总共甲2个国小的查某囡仔抬着伤，想要甲同个50岁姓林的男子也互伊抬着。柯姓男子2016年就捌因为杀人未遂案件掠去关，2025年3月放出来，无到7个月搁犯案，所以是累犯加重其刑。被害者家属对判决结果真失望，认为爱判无期徒刑。应该说很不满意吧？29年服刑一半，就是14年之后，他就可以假释出狱了。对社会大众一样是造成很大的恐慌，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判无期徒刑。如果没有重刑的话，很难达到吓阻的效果。随即相连事件造成迄当阵姓林的男子甲一位姓丁的查某囡仔重伤。北上日记交互病房，好佳在3个受伤的人拢已经平安出院。姓林的查某人到即马时也无法度登记工作。家属讲，昨来甲律师研究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咧苗栗一个4岁囡仔，因为妈妈上班无闲，怎啊家己徛伫咧一间车行，甲这生混人过6天。这消息传出来了后，社会处是赶紧甲安打，后续嘛调查这老母敢有疏失，嘛甲这囡仔斗找照顾资源。囡仔坐伫车顶，希望赶紧去着阿母。苗栗头份一位4岁查某囡仔，对4月开始到留点一间车行，轮流甲无熟悉的大人生活。车行稳将甲面台တင်前，有人客委托送查某囡仔去幼稚园上下课，所以伫找借口无爱甲囡仔接转去。通报苗栗县府，要求赶紧启动保护安置，无应该甲责任塞互车行的稳将，毋过却一直拢无进展。今天如果女童在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跟不幸，你苗栗县政府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所以请苗栗县政府应该要更积极的去来对这个儿少的权益去做重视。
面对批评，阮将轮流照顾有风险。那查某囡仔发生意外，公单位嘛是有责任。苗栗县社会处表示，经过了解，查某囡仔阿母是伫酒店上班，平常时拜托车行送查某囡仔上课。最近因为年假，其他亲友无法度斗3工，则请车行的朋友照顾。找到暗时已经紧急甲查某囡仔安置。我们有找到妈妈，妈妈有出面来跟我们沟通，但是我们认为妈妈她后续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照顾计划，所以我们还是取得妈妈的同意之后，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委托安置的方式。那目前安置在我们的寄养家庭，那后续呢，我们会持续在了解妈妈在照顾孩子上有没有相关的一个疏失的一个状况。苗栗县社会处强调，这个查某囡仔目前真健康。经过调查发现，这个老母并无稳定照顾的计划，得到同意已经把囡仔安置伫寄养家庭，后续会派社工探访，也理清阿母是毋是有照顾的疏失，未来会媒合资源协助照顾这个查某囡仔。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即马诈骗的手段是百款，有诈骗集团就共洗脑，叫人去翕家己台湾配条码，短3分钟内就共撸60万去啊！这虽然讲这台湾配只要是你要掠夺，这影像就会变做黑白，有的佫会跳警告出来。不过无论是倒一种的复制平台，那真正要翕是拢无保这防制措施的。出门免找现金，只要有手机啊，加行动支付开开，点付款码就会当买物件消费。科技真方便，也过也有一寡问题。过来有一位上班族互人骗去，加台湾配付款码翕起来交互对方，结果3分钟内被投入60万。你就不晓得你那个传出去之后，你给别人请别人帮你结账之后，他会出去干嘛？电子支付公司有没有做一些自然的把关？因为现在还是现金什么的还是比较不方便，所以大家还是会使用电子支付。实际去支付工具台湾配转支付，袂互用户处为面多，那做起来毋是规片黑就是规片白。来配甲银行家己付款码，虽然有甲你提示，但过也是当出道，规港支付是无限制。不管多一种用另外一支手机翕都无法度防。诈骗集团已经知道说，他这样的一个安全机制会产生空白之下，他就会诱导被害人用另外一支设备，可能用另外一支手机去做翻拍。大家就要去研究说，今天这个付款码如果这个显示出来，我们可能要设限在什么样的程度？缩短这个 QR code 有效时间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去这个防止这个翻拍时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方式是，这个 QR code 本身也可以跟这个装置本身的一些指纹来做一定程度的这个比对。对道路的风险，治安专家建议调整付款码的时间限制，自即卖3-5分钟，改做用秒做单位来强化。不过相关机制也未有改变之前，简单的自保方式就是付款码收好，唔通互别人。无论是自为面多，或者是个翕起互别人，拢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金门县城古迹但显墓有623年的历史，即摆所传出讲向破坏，伫咧墓窟遐向挖一坑，这检方已经改2班。文化局表示，若是查到真正有人挑工去破坏，上当是会当判关5年。警方金门县政府的人员和学者，测试一大顶到金门县城3级古迹单显的墓来做会勘，一群人的表情是真震动，因为这座已经有623年历史的单显的墓，竟然被破坏。现场会当看到墓骨的外层，就片拢被毁坏啊，出现一个大坑，初判无伤到墓室。这个快晕倒了，那墓啊被刮一个很大的窟窿啊，显然就是被盗。代志发生在初6的清明年假，单市中心到单显的墓要去扫墓制作，所发现墓上顶悬的所在，横卡一个大坑。现场技术示范难工具的沙条搁留伫遐，合作人士生气搁痛心，烦恼讲敢是偷墓的行为，较紧报警察。警方随成立专案小组，金门县长陈福海嘛高度关心。像那边有几个工地，我们来看一看。我相信警察可能会认真来看待这件事情。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录系统，查可疑人车。单显的墓是金门4大有名的古墓之一，单显是金门明代赵记的第1个人，有开口第1的称号，一世人清廉公德。因为无愿意输红抢为做皇帝的明星祖落尾以死明志，地方海边的墓变作金门有名的风水宝地。没有破坏到下面的本体。下面的棺材还没动到，因为它是古迹，我们只能原样修复。会触犯到文字法的这个部分，包括刑责会有6个月以上
5年以下的刑责。这个古迹受损的案件，若是确认是人为的破坏，恐惊是犯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当会判判刑5年。文化局表示讲，会帮助中青演艺修复，而且加强访视，嘛会请警方加大巡逻的力量，强化古墓的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受乌心的业者偷倒废弃物，因是先去找土地骗地主，要来租来种花草甲树啊，所以实际上所来偷倒甲乱倒，这种侥幸钱嘛共赚超过4亿。检方是调查了，依法来起诉33个人甲7间公司。怪手甲拖把内底大家各种用件废弃物挖出来，同市环保局甲检警合作，查到龙潭杨梅区真侪块土地假租地种树啊，煞非法倒废弃物的案件，受害土地面积超过1.6万平方公尺，囤回去的废弃物有4.4万立方公尺遮济，涉案的人数有33个人，甲7间法人公司，赚的压榨钱超过4亿。非法回填弃置废土于龙潭区、杨梅区4处农地共10笔土地，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尺，数量超过4万立方公尺，不法获利高达4亿余元。该集团招揽多个车队来自各地工地，载运混杂砖块、混凝土、钢筋及塑胶等土石方废弃物，未经合法处理及倾倒，并收取低于行情的处理费牟利。伫杨梅甲龙潭有真侪位地主受害，亲像即块伫杨梅区的土地，荒屯废土生草瓦，原底是咧种稻瓦的。受害的姓周的农民无奈表示，加倍分地租出去，敢若收10万块的定金，连1个月租金拢还袂退着，就荒忝废弃物，即马袂当种田，逐年阁要交4万块的地价税，唔知要安怎。租地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他说要种树啦。那你现在就觉得很无奈，对不对？对啊，那有办法？那要填下去又不能种田了，你要叫我怎么办？我老百姓怎么办？又要缴地价税。根据调查，即阵以马来西亚籍姓林甲台籍姓黄嫌犯带头家犯罪集团，结合真侪警车队，伊毋是头一届犯案。当期用这种假造碎土地要种树啊，说是囤废土的手法，骗地主签契约。专案经过桃园地检署侦查，也按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甲刑法等等的规定起诉相关的人，并且声称物质不法的所得。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海洋公园海底表演的许可今年就到期啊，官方也无再提出申请，这嘛等于讲宣告以后这海洋公园袂搁再有海底的表演，未来嘛转型做海底的守护基地。对水底跳出来车轮岛甲人互动，这真侪人真爱看。经营10档的花莲海洋公园海底的表演，伫咧初6正式结束，所以来因袂搁做表演啊，那游客安怎看咧？蛮可惜的，因为小朋友每次来的时候都很期待。不支持他们表演给民众看。对，太累了，应该让他们回到大自然。业者评估这个海底啊无适合搁野放，所以因会投入3000万，将园区升级做海底啊守护基地，用动物福利做主题，加入生态导览甲剧场，伫6月会重新开放。那我们陆陆续续都在设计对我们这些海豚最友善，然后最符合动物福利的一些未来的露出的方式。那这个动物福利的守护基地呢，会有更不同形态的方式。动保团体虽然肯定海洋公园无要搁做海底的表演，毋过转型做海底的守护基地，要用什么款的方式甲民众接触，这拢爱注意。需要注意的就是动物的个体照护，继续下来的是4只评比1只花纹，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关注他们的动物福利，看他们在后续的这个转变之下，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目前海洋公园的动物展演，敢若剩海狮抑个海牛，业者强调成立守护基地，若是要甲这5只海猪仔照顾甲老，若其他海洋生物受伤需要处理，嘛会使送来基地遮。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台中的市场逼出非洲猪只，全国禁运禁台防疫成功。经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可，台湾毋是非洲猪只疫情国家。罗总统是铺文报喜，这市场的业者也真欢喜，讲这对外销的市场是有真大的帮助。
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宣布，台湾车辆通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定，恢复为非洲猪只活跃区。消息出来，南部饲猪的业者拢真欢喜。猪农表示，去年10月因为台东爆发猪灾，致使国际市场买卖猪肉意愿降低，即马成功除名，有机会佫拍开出口通路，互台湾猪肉继续外销国际市场，提升猪价。猪肉啊，都有把关啊，比较安全呐。对啊，客人比较放心呐。客人大部分都来我们附近的店买啦。原底有咧卖新加坡嘛，你即马伊卖温体猪肉，咱伊有法度我接受，低温伊就甲摕，看这条通路，看会当佫再恢复卖，品质更较好的话吼，成本就较悬，所以。咧外销的对象来当外销日本佫较好。但是业者讲，进前猪只禁台，国内佫有吨大量的进口猪肉，需要时间消化，猪价暂时救袂起来。以白猪来讲，疫情进前拍卖价销1公斤大约100到110，即马剩70-80块，等到是乌猪价销较稳定。毋过禁喷水的政策若无调整，愿意饲乌猪的人就会愈来愈少。因为乌猪伊无动物性蛋白，伊袂大，所以我是希望政府下当这下骹了。这个鱼啊，这个猪性残渣，互阮乌猪继续使用。农业部去年宣布，全国饲猪禁用喷水，乌猪业者拢愿意配合，但是下骹了滨东关只开放到今年底，乌猪业者希望政府会当调整饲养的规定，协助农民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记者柯明哲、高雄滨东综合报道。劳动部宣布修正妇女再就业计划。劳动部长洪成汉表示，为了要提升女性再就业的人数，解决国内欠工，所以要放另奖励标准。只要是离开工课场半年以上的女性，只要搁再找到头路，就会当申请，上悬会当领到6万。有二度就业会用个工课通做。讲啊扣出来，因为蔡小姐让33档中心进入市场，2档前红赛向倒落去，处理过5个囡仔爱饲，今这重担落伫咧伊的心上。加在伊参加妇女再就业计划，帮助伊重新进入工课场。感觉家己有找到信心啦，离开职场遮久啊，还阁有法度胜任这个工课。劳动部对2023年开始推动这项计划，如今已经协助96000名的妇女搁再就业，如今阁要扩大范围，放零适用的对象，只要离开工课场180天的妇女，无限家庭因素，只要找到头路就会当申请，也修正就业天数，对关键爱做满90天，改做上班满30天，就当领到1万块的奖励金，再就业妇女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一些国家会看到它有一个 M 字形的这样的曲线的状况，但是确实就台湾的女性的劳参率的状况，还是需要更大的力道来去支持的。劳动部表示，妇女再就业计划预算已经对115年编列3.3亿，经过修正了后，未来再就业奖励参与人数会倍数增加。若有经费不足的问题，劳动部会争取就业安定基金做补贴。计划伫4月初7就路，希望帮助台湾更较侪妇女重新进入市场，也解决国内欠工的问题。记者陈阿选、林玉凯台北报道。18岁公民权抗日选拔法，这日款院内政委员会今日就会排审，有法律界专家就公开来表态，认为讲这宪法130条会当改写做20岁有选举权的上级保障。这青年团体也呼吁朝野爱支持修法。本来登记推动18岁公民权的青年团体，伫2022年修宪复决，因为宪法设下正悬的制度限制失败了后，总算有新的转机啊！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初备的选答选拔法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确定18岁公民权嘛包含在内。透过修法的方式，让18岁的青年可以实质的行使公民权利，是现况下更务实也更可行的方向。当刑法、民法、公投等法都以18岁为成年门槛，那投票年龄是否仍以20岁为成年规范？我们想这是政院必须要正视的部分。朝野立委支持18岁公民权，提出选拔法草案。不过内政部进前表示，直接修法是不是牵涉到违宪？各类内部评估，针对这案，青年司调发起人蔡景宏说明，经过青年律师甲法学研究者整理，公法学界已经有10位学者陆续公开表态，宪法改写上有空间，可能修法就好。宪法130条可以解释成最低保障，20岁要有选举权就好。
宪法是有留下空间，可以透过修法调降选举年龄的。比如说李念祖老师，或者是当时没有出席，不过有持续表态，过去也认为应该要透过修法来完成的廖元豪老师。青年团体强调，立法院去年底3读通过《青年基本法》，确定18岁公民权，行政机关应该伫2冬内完备相关的法律，代表上晚爱伫2018年总统大选进前完成相关的法制，尊重立法院审议的定时，来当伫选务的进度下提早完成，希望会当看到更较侪青年会当行使公民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1989年的4月17日，地南洋为了要争取言论自由，自焚过身。国史馆嘛出版《战后台湾政治案件地南洋案》的史料类编，记录地南洋对戒严甲自焚的经过，有政治单位监控党外人士所留下的档案。1989年4月17日，地南洋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自焚过身。行政院嘛宣布4月17日接做台湾言论自由日。该日透早，总统罗清德出席地南洋殉道37周年纪念会。罗总统讲，台湾的民主自由是真侪前辈牺牲贡献，甲人民共同打拼的结果。无同的世代的人，拢会当真清楚了解，台湾会当经过黑暗的专制独裁年代，到今仔日民主自由开放，并不是独裁者的想事，是千千万万的民主运动的前辈牺牲奉献，以及全台湾人民共同勇敢争取的结果。另外，国史馆嘛，甲地南洋相关的档案整理出版做《战后台湾政治案件》地南洋史料类编，记录这段历史。就是郑南榕亲自推动的3大运动，也就是大家熟知的519立社行动、228平反运动以及新国家运动，呈现了解严前后党国体制如何监控郑南榕的所有言行。国史馆嘛讲，新册拢总有5本，内容有地南洋挑战戒严、主办3大运动到自焚的过程，毛迄当时政治单位安怎透过刷面监控甲分化异议人士的珍贵史料。但同时也要呼吁大家，请理解，政治档案就是国家视角的内容，它可能是分化，可能是偏颇，所以它更必须参照当时的报道、辅助的资料、口述访谈等等。不过，国史馆嘛表示，过去党国体制威权统治时期，官方监控的资料来源复杂，内容真实性建议读者就要家己斟酌。那这本册是历史留落来的记录，那台湾民主自由的路要安怎行，这是这一代家己的代志啊。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在顶年，行政院是甲5月19定做是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去年这立法院煞甲提掉。为了要让愈侪人会当理解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重要性，有这民间团体是发起音乐串联行动，希望会当让愈侪人会当了解这段历史。闪电的歌舞在武德殿当中，男主角伫咧白色恐怖时代，互独裁者夺走性命，也为伊利高女为政治受难者过一生的查某囝歌剧化所创作的幽暗的故事。回忆越来越模糊，害怕让记忆沉默，人们不愿多说。其实，这20年来，台湾有较侪以台湾塑造主体的音乐创作，有民团要招有相共理念的音乐人甲店家，同齐来参与导师记忆音乐串联行动，要透过音乐，让愈侪人了解白色恐怖这段历史。关于228或者是白色恐怖，其实我们是在历史课本是没有学到的，那都是我们长大以后才学到的。透过我们这样的行动，然后让孩子更年轻的人，然后他们可以知道台湾不只是228，还有更多的那个台湾的历史。发起音乐串联行动的郭宽敏基金会表示，因不是要办音乐会，是要招音乐创作者伫咧每一场演出的时，拢通向歌迷建立历史感，也有对白色恐怖的认捌。嘛，希望透过安尼形成社会共识，让519白色恐怖记忆日通正做国家的节日。音乐的串联的行动吼，其实伫每一场的这个表演的这个场合内底，遮的乐手、遮的这个乐团吼，
因会透过邀请歌迷用写批的方式要求因拜托因较紧的来恢复到伫制度面顶恢复到这个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准年行政院甲5月19正式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去年立法院通过的纪念日甲祭日实施条例煞甲提调。基金会表示，继续拍拼，互愈侪人认同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必要性，愈知影珍惜民主甲自由。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下晡天气写看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5度，中部地区19度至29度，南部地区21度至30度，东部地区20度至27度。外岛地区15度至26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